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39例本土病例，9个人死亡。下晡3点40，都有62万剂的 AZ 疫苗会送来台湾。昨总统蔡文讲要拼伫7月底，疫苗注射率至少2成到2成5。专家表示，3成民众拢注2档才有群体免疫。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昨表示，美国支持甲台湾的非官方关系，也毋过并无支持台独。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39例本土病例，带病入境的有1例，9个人死亡。另外，咱家己买的62万6000剂 AZ 疫苗，下晡3点40会送来台湾。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COVID-19 的确定的病例，那本土的病例有39例，那整体新增的病例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在桃园可能大家比较注意到就是那个相关的在地勤的上面有染疫的情况，那相关的公司也现在展开疫调已经是完成了那该匡列的也先匡列了那下午起会开始做比较大规模的一个采检。今天下午3点40，AstraZeneca 的62.6万我们自购的疫苗会到已经做过全院的一个筛检，那全数都是阴性那开始恢复部分的门诊，然后第3个阶段7月10号到7月11号再会做过一次全院第3次的全院的筛检，那如果全数是阴性的话，那就会恢复正常的营运。病毒为了要适应环境，嘛一直变种哦。目前武汉肺炎的病毒，除了有英国变种、印度变种，最近阁有秘鲁变种。有人讲病毒愈变种，嘛会变甲愈高烧话。也毋过，国内专家是认为，这爱个研究来证实。昨总统蔡英文讲要拼伫7月底，国内疫苗注射率会使到2成到2成5。也毋过，专家是表示，要拼群体免疫，至少要有3成的民众拢注2档的疫苗才有法度。新冠病毒一变再变，最近Delta印度变异株伫英国、以色列这国家伫侵袭，台湾原来真注意伫防范，伫屏东群聚也已经造成17人感染着。若是安尼，去年头一遍伫秘鲁，互人发现兰达变种病毒，也引起科学界的烦恼，因为伊传播的速度可能比其他的变种病毒更加紧，已经拖全球30个国家。秘鲁变异株它主要是在南美洲那一带。那南美洲那一带的疫苗接种率本来就稍微差一点，那防疫的严密程度呢，可能也不是最严密的，所以目前对于这个秘鲁变异株，它将来会不会传到欧洲、亚洲，目前我们还不是非常确定，那这个还有待观察。另外，国内三级警戒指标示，一礼拜出现3件以上社区群聚事件，也是一天确诊10个以上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专家认为，国内这礼拜已经连续2天感染源不明个案伫10例以下，也连续真侪天无新增加社区的群聚事件。三级警戒解封的指标应该要做调整，但是也是必须要考量到群聚的规模。如果有2个群聚，可是每2个群聚都冲了40-50个，而且一直还在蔓延的话呢，那这2个群聚反而比那5-6个更有意义。所以群聚本身要看它的规模，还有它容不容易控制啦。若是总统蔡英文初来发表谈话讲，要拼7月底前，个人疫苗注射率达到20%至25%，差不多是575万人注。黄立民是认为讲这变数真大，包括着疫苗供应量、抢排、民众接受度，这拢有可能影响到疫苗覆盖率，而且要有3成的民众注完2剂疫苗，才会当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才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帮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新增加39个本土病例，有1个境外，有9个人死亡。台北市跟新北市今仔拢是14例，桃园有11例哦。目前嘛，只剩这3个县市阁有病例。咱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嘛已经超过15128例啊。另外，网络顶头有假消息讲，疫苗注射登记的系统会甲资料拢清掉。指挥中心是讲全国第9、第10类，若是有去登记记录，拢会保留落来，未来会发简讯来通知哦。咱再来看台北市今仔开始开放7间病院，会使免费来做 PCR 检验。
今仔是头一天，拢总有2000多人事先有去登记。传出讲台北市联合病院的中校园区，嘛有2个人胃着病，市政府嘛已经靠90个人接触者来隔离一条。挂嘴暗加服务件等待 PCR 体检，台北市开放7间病院免费体检 PCR 的头一天，有旅游史、接触史，也甲无镜头的民众，特别上网络预约来体检。那现在是做 PCR 的话，会因为它比较准啊，因为那个快筛的话比较容易可能有遇到那种伪阳性的问题，那做 PCR 会比较没有问题，所以来做这个。因为我有个同事昨天确诊嘛，那我们办公室想说，就是同一个办公区的部分同事全部来做 PCR， 对，确认一下是安全的。台北市开放联合病院、和平、中兴、仁爱、阳明，也甲中校园区，以及干道病院、加万丰病院免费体检 PCR。头一天7间病院的线顶预约人数到2040人。市政府讲，会依照预约人数的多少，变动来调整预约的量能。台北市联医中校园区，逐礼拜拢会对高风险单位固定体检。初五发现有2个确诊，目前已经考虑90个接触者进行疫调。本院区定期针对高风险单位同仁采检，于7月5日发现急诊2位同仁无症状确诊，以匡列接触者进行采检，并完成急诊环境清消。院方表示，确诊的2个人拢是无镜头，一个人是急诊室陪挂人员，另外一个是病房助理。其中一个人已经做过第1剂疫苗，另外一个人还未做。院方将2个人隔离治疗，同时进行急诊环境的消毒。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幼儿园和安亲班的老师，今仔开始注疫苗，兼职的人员会个注第2波。教育局是表示，下落结束之前，应该会当全部注刷。台北市有幼儿园防检机构已经让囡仔去上课。教育局表示讲，这应该是一寡医护人员、警察、有消防人员的囡仔哦，因为因无法度请假，所以开放公司的幼儿园安排老师来到山上照顾因的囡仔。手网比起来注预防射，初7日早起台北市幸安国小礼堂开始来注射，这拢是幼稚园甲课后照顾中心的在业正职员工。就是感觉在8月以前觉得还蛮快，这样大家都比较安心，就可以去上课。会有家长觉得不放心吗？送小朋友到幼儿园？但是一定会，因为台北疫情又这么严重。那打完疫苗之后，你们是不是心里也会放心？会稍微放心一点，但是其实防疫还是要做好。我们半小时不到我们就已经施打了大概第1个小时的80% 左右的一个施打的人员疫苗注甲真顺利，台北市教育局办批要伫13、14刷礼来完成头1波的注预防射专案，了后会甲幼儿园安亲班的兼职人员甲列入去第2波的对象。不二个，伫个老师完成注疫苗进前，有民众甲媒体投讲，内湖有某一间幼儿园已经开始咧招囡仔，人数有10多人，恐惊讲会来消化。有一些警消人员、医务人员的小孩，如果在照顾上确实有困难，那就是我们会有个别的这一个教保这个中心或是安亲班他们会有个别服务。毋是所有家长拢会当来请防疫照顾假。教育局讲，6月份就发公文予公司立的幼儿园，除了军人、警消、医护人员，家长若是有特殊的状况，嘛会当提出来送托的需求。教育部嘛考虑着讲，大多数的私立幼儿园其实是无hiệu热。全国公私立幼儿园的教职人员，拢总有73000多人，课后的照顾人员嘛有3000多人。从初8开始，中央会配送莫德纳疫苗予各县市，提供予全国的幼教人员来注预防射。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今仔嘛开始注91000多栋的莫德纳疫苗是开放70岁以上的老大人、60岁以上原住民来注。因为之前的经验是发现讲，有真侪人拢临时无要来注。台中营政的医师就呼吁讲，应该授权予注疫苗站的指挥官，有人无来注，就赶紧甲通知其他人来注。也毋过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认为，这波注莫德纳应该袂有剩。
把枪啊扭起来坐好，互医护人员来注射。台中市7号开始连续3天开放70岁以上的长者、60岁以上的原住民来注莫德纳疫苗。再去伫咧全台中67个快打站进行。我既然已经接到通知，我就来。OK， 我很相信，也很感谢政府的安排。那还好，我们刚好轮到是这个人，当然马上出来打了。顶一个拜六礼拜，台中真侪快打站注射率无到2成。有病院加开，有新的人门诊，甚至规工只有18个人来住。台中荣总呼吸加护病房主任傅炳贵就伫咧网络讲，提出通知要来注射，却无来住，爱甲机会让出来的看法，呼吁政府授权各地快打站的指挥官，只要有人放昏觉无来住，就要甲名额让出来，由做册名单。通知其他年龄层的民众来住，希望赶紧提高疫苗的注射率。台中市长罗秀燕对此认为，这波注射的头一天，民众来住的意愿比进前更较悬，不一定有给出来的疫苗会当提供调度。连续3天的施打，今天一整天、半天大概都可以看出来他的状况。那当然，如果有剩的话，当然可以再往下打，但是不晓会不会剩。从这波的打气看起来，应该是搞不好还不够哈，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它所有的数量的跟注射人数的吻合问题。台中市府甲头一线医师看法无同，民众对无想要来住就让出名额的想法，也有无同的看法。是应该这么做，因为。接种率越高的话，可以降低感染率，整个社区的感染率会降低，这个是很好的事情。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那这次不方便，他下次轮到他能来就再来嘛。这我倒不觉得说一定要那么严格。真侪民众也是烦恼家己注疫苗的权益受损，政府如何来提高注射率？可能需要更加周全的配套措施。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老大人注预防针的情况不是介好。花莲县政府决定讲，要放任到71岁以上的老大人、61岁以上原住民会使来住。这几天有一个清洁队员注 AZ 疫苗了后，身体无爽快，佮送到加护病房。县政府已经通知指挥中心调查了。经过花莲县政府的统计，中北注疫苗总人数是31722人，已经注12078人，还未注的有19644人，注射率是38%。而且不管是网络还是电话，还是向村里长来登记，医药人数较无600人，所以县政府决定佮降低注射年纪。下修到71岁以上的含71岁的非原住民长者，以及61岁。含61岁以上的原住民长者，大概有1万多名。县政府研判，中北注射率低，可能因为户籍也是本来无伫花莲，也是对疫苗无信心。像讲吉兰乡清洁队6月18就传出一个队员注 AZ 疫苗了后，身体无拄好，佮要送入去加护病房。县政府已经依照规定通报中央。清洁队这个诚信队员目前已经离开加护病房，那跟我们的新冠病毒是没有相关性的。那目前整个花莲县来讲，因为 AZ 疫苗产生的一些不良的反应，好的，一共有19人。莫德纳，那到目前为止有2位。县政府讲，花莲县注射疫苗率至少都要达到7成，差不多22205人。另外，花莲已经开始使用东方版疫苗预约系统，不过，敢若开放第9甲第10类，伊就是65岁以下民众才会当使用，65岁以上也是要维持原来预约系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已经连续26天拢无本土病例，县政府宣布讲，三拿公园甲活水湖会使重新开放咯。所以今仔早起，都民众伫活水湖附近的运动。也毋过，这些民众是认为讲，因为全国疫情阁还未解除，希望外地游客暂时莫来较好。封起来这边2个月，台东活水湖甲森林公园，台东县政府考虑到县内已经26天零确诊，初7宣布开放予民众运动，不过也是爱按疫情管制措施，袂当均住的规范。若去公园活动，喙暗也是爱挂好好势，来这行大运动的民众是感觉真欢喜。这个简直是天赐的，很开心，很多有啦，也有很多人都来运动啊。不过，民众也是希望外县市的游客会当暂时忍耐一下，先莫来佚佗，因为绿岛、兰屿真受欢迎的景点，当地已经这边2个月无观光的收入。即马台东县有小可解封的气氛，
不过因也是再三咧考虑，根据县府的统计，咱市的居民注疫苗的比率目前是11.2%，绿岛是17.9%，也无算济。所以离岛的居民希望疫情的境界若是降级，恢复交通，政府都要有相对应的措施来保障离岛居民的健康。澎湖、金门、马祖预计要这个普打疫苗哦，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绿岛、兰屿跟小琉球也考虑进去啊？台东县政府表示，开放部分的公共场所无代表开放，民众要是爱按防疫规定来出入。也若要去离岛的民众，县府已经伫机场设快筛站，离岛的卫生所嘛快筛服务拢会当来闭关。不过会对中央公布的措施来调整，便若开放国内旅游，县府嘛会规划因应的管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海草大电视的公投案，要延到12月18投票。国民党团嘛提案讲要开临时会来处理无在籍投票的法案。时代力量、国民众党嘛拢支持，也国民进党团今仔是表示，国民党团是想要利用临时会偷渡通讯投票。因认为无在籍投票应该爱惜专法，后一个会期才亲入来讨论。所以民进党团是表示，今仔会用人数的优势来否决开临时会。赞成者少数，会委员洪泰等提案不通过，做以下宣告：本院不召开临时会。国民党立委组织伫议场大声话讲要公投的情况下，尤锡坤初七宣布以反对票59人、赞成票39人，否决国民党团提出的召开临时会诉求。因为疫情严重，中选会将8.2办4大公投延期到12月18。国民党团提案修订公投法，增加无在籍投票，得到时代力量、民众党的支持。那也是批评蔡政府无在籍投票专法，为去年5月都一直放伫行政院。不在籍投票法案的讨论跟推动，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再次呼吁民进党，不要拒绝民意，也不要怀疑台湾的民主。更不要害怕公投，让它可以变成有一个移转投票的机制。那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这个通讯投票，社会上有争议，所以基本上对通讯投票我们也是有所保留。那样讲，即马的法规规定，投票必须登去户籍地，不过政府得到疫苗的数量不够，增加投票的困难。时代力量甲民众党认为，除了延后选举，要有明确的法源，也有必要纳入移转投票。对这代志，民进党团强调支持无在籍投票甲移转投票，不过袂当老草来受罚。反抗国民党团借着临时会名义，暗算要偷渡通讯投票。国民党修法的内容就很清楚，20几个条文修正里面，将近有20条全部在处理通讯投票的问题。民进党团表示，老草修法，予伊有法源依据，也未符适用年底的公投。对无在籍投票应该用专法，伫后一个会期深入讨论，所以用人数优势否决召开临时会。记者综合报道。AIT 宣布讲，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孙小雅要接任 AIT 的处长，嘛加做 AIT 成立以来头一位女性的处长。孙小雅伫2019年的年底，捌代表川普政府来台湾访问，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另外，美国白宫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昨伫一场亚洲协会活动中指出讲，美国支持甲台湾的非官方的关系，也毋过美国并无支持台独。AIT 处长陆延杰3年的任期到啊，明年就要离任。AIT 初六正式宣布，由主管纽澳甲太平洋岛国事务国务院亚太副助卿孙晓雅来接任处长。孙晓雅有30年外交的经验，过去捌派驻北京甲台北，经验是真丰富。嘛加做 AIT 伫1979年成立以来头一个女性的处长。And I am here today representing President Trump and Secretary Pompeo to kick off this inaugural dialogue. 2019年9月底，所罗门甲吉里巴斯小连续甲台湾断交。孙晓雅迄当阵伫国会听证会公开批评北京的作为，甲台湾斗相挺。2礼拜了后，就代表川普政府来台湾参加头一届台美太平洋的对话，而且甲总统蔡英文会面，以行动来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孙小处长他对于台美关系的议题深入了解，也是台湾的长期友人。我国政府，我们期待孙小雅处长能够带领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团队，与我方继续密切的合作。
美国最近挺台湾的动作不断，嘛送予台湾250万剂的疫苗。面对中国的威胁扩大，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初六表示，美国甲中国有可能和平共处，不过挑战是真大。回答台湾的问题嘛是真谨慎，强调美国支持台湾尊严，而且以持坚实的美台非官方的关系。We support a strong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We fully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sensitivities involved here. We do believe that Taiwan has a right to live in peace. 坎贝尔支持台湾国际参与，不过强调美国一向的立场，认为美国在对台事务爱保持平衡，这嘛牵连到国际局势的台海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中华交友大楼火灾，有一个消防人员殉职，时代力量今仔呼吁政府爱重视消防人员做工会的重要性。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嘛将网络人数，目前嘛已经有24000外人人数来支持消防人员会使做工会。中华交友大楼的火灾，凸显消防人员权益的问题。因为4个过往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少年的消防员。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嘛伫咧网络发布人数，诉求要做工会。几啊个殉职消防员的家属，包括2015年桃园新屋大火、2018年桃园敬平大火、2019年台中大雅违章建筑工厂的大火，也有伫交友大楼因为拍火殉职消防员的家属，拢是这个人数的发起人。目前呢，我们的这份主工会的联署已经突破了24000人的参与，那其中有包含非常多的民众。这一次的这个发动我想是有别于我们在过去殉职案先来要真相这件事情。那这10年来，我刚刚提到的，一共有42名消防员殉职。那消防机关呢，他始终没有去汲取消防员殉职的教训，被外界讥为说今日公祭，明日忘记。消防员敢会当合法来做工会，这个问题已经讨论真侪年。朱立武认为讲，消防的改革甲殉职袂输咧招标共款，而且消防员的劳动问题长期无方重视，嘛无法度直接甲政府提出意见甲协商。时代力量呼吁政府都要以消防员做工会的重要性。我们国家不该是消防改革的绊脚石，不是殉职而已，这是职灾，它就是职灾。那职灾呢是可以预防的，而且预防职灾的责任就是在雇主身上，就是我们的政府。全高总用16年时间拼死争取，才总算有法度成立教师工会。欧阳倩认为讲，工会会当协助基层的劳动者向头家发声。也若时代力量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嘛佫一改甲中央化讲，唔通各用殉职来换改革，都要赶紧开放消防员做工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泰国向中国买真侪科兴疫苗，予泰国医护人员来做。也毋过最近所有一份文件指出讲，泰国有专家呼吁讲，唔通佮帮医护人员做辉瑞这种 mRNA 的疫苗哦，安尼会互外界认为讲中国疫苗是无效的。另外，中国甲澳洲的紧张关系最近伫疫苗援助外交顶头，两国嘛互相批评无好话。针对泰国目前上侪人做的中国科兴疫苗，对抗新冠病毒的保护力敢是无够，或者是无效，正做泰国民众最近上界关心的话题。อันตรายกับเราไหมล่ะก็ตกใจ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根据泰国公共卫生部最近去互流出去的一份会议的文件，内底有无签名的官员表示，建议当局唔通互前线已经做过科兴疫苗的医疗人员，搁做美国辉瑞 BNT mRNA 疫苗，因为安尼做等于就承认科兴疫苗无效，嘛互民众对科兴疫苗失去信心。文件去互公开了后，就随引起讨论，嘛互泰国卫生专家呼吁讲，电动应该爱互医护人员对家做辉瑞疫苗，因为伫今年2月份做科兴疫苗的泰国卫生部长阿努廷就是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嘛强调讲这只是专家的一种意见。泰国目前做的疫苗，包括中国制造的科兴、国药，也有英国的 AZ。不过最近真正传出医护人员伫咧做科兴疫苗了後，也是有較真的消息。อย่างเราเนี่ยบุคลากรทางแพทย์ที่ฉีดซิโนแวคเนี่ยเป็นต้อง5 คนเข้า ICU 2 คนที่ชลบุรีใช่ไหมเนี่ยตรงเนี้ย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เนี้ยแสดงว่าเชื้อตัวนี้เนี่ยมันป้องกันไม่ได้1 2มีอาการรุนแรงเยอะ泰國內閣初六已經同意要買2000萬人輝瑞的疫苗，
按算10月份就会送到位，互完整注过科兴疫苗的70万的医护人员，未来可能会阁做辉瑞或者是 AZ 疫苗来做补强。因若美国政府管的150万ton辉瑞疫苗，按算7月份或者是8月份会到位。另外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昨日指控讲，澳洲政府持续阻挡太平洋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摕到中国管的国药疫苗，迫害中国对太平洋国家的援助计划。不过，刷去澳洲政府否认，这嘛凸显中国甲澳洲两个国家因为对早病毒的起源关系是真紧张，已经为原本的政经领域探索到疫苗外交的战场。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译。来看欧洲国家杯卡球赛4强的比赛哦，意大利对上西班牙比较延长赛嘛是同分，最后是 PK。意大利是以4-2赢球，会当甲英格兰还是丹麦来拼冠军。意大利球迷伫咧罗马的户外观看比赛曲奇，希望伫咧英国温布利球场的选手伫咧最后的 PK 大战唔通漏气。因的对手是2008甲2012年摕到冠军的西班牙，两队一个前3球拢无分出关系，到第4球，意大利成功破网，西班牙球员莫拉塔无力。最后一球，意大利的乔治尼洛角球踢入去，等于是甲西班牙讲唔免搁比啊！意大利伫咧 PK 4-2赢球，晋级决赛。Contentissimo, vittoria non molto meritata, ma alla fine ce la siamo sudata. Forza Italia sempre. Andiamo in finale e ce la meritiamo questa finale con un grande gruppo, un grande allenatore. 西班牙的优势是球员拢正少年、正优秀。这场比赛先发平均的年纪是25岁325天，是自从1964年欧洲国家杯决赛对苏联迄战上少年的先发。意大利的总教练承认讲，无人相信因有法度踢入去决赛，不过因成功啊。Perché a livello di possesso la Spagna è la migliore, ci hanno messo in difficoltà, abbiamo sofferto quando c'era da soffrire, abbiamo cercato di far gol o crearci delle occasioni quando le abbiamo avute. È stata una partita molto aperta, chiaramente con delle difficoltà perché avevamo poco la palla, quindi però. 意大利这战赢球了，甲对手上长无输的纪录延长到33场。伫咧决赛，因的对手将会是另外一个组合英格兰甲丹麦赢的队伍。有4座世界冠军杯的意大利，伫咧欧洲国家杯只敢若伫咧1968年摕过一遍冠军，2000年甲2012年捌踢入去决赛，也毋过拢是摕到第2名。因那西班牙这个热天比赛也未结束，就6位球员要去东京参加奥运。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洛西亚有一台载28个人的运输机摔落来，飞行机顶头28个人拢不幸死亡。俄罗斯派救难队伫咧勘察者半岛巴拉达镇附近的山区搜救，也毋过迄暗航空局讲，伫咧离机场跑道4公里到5公里的海岸边，发现飞机的碎片，无人被救起来。На второй круг самолет заходил из-за плохой видимости воздушного судна в 5 километрах к северу от Паланы. Фюзеляж на берегу, основная часть самолета в прибрежной зоне. 这台安托诺夫2型运输机是伫咧离勘察者半岛巴拉纳机场约过9公里，差不多过10分钟就要降落时阵失去联络。机顶有22位乘客，其中一个是囡仔，约过6位机组员。俄罗斯媒体报道，巴拉纳镇的镇长也伫咧飞机顶，有一份无正式的报告讲，飞机伫咧降落进前先弄到一粒大石头，尾啊摔伫咧海岸附近。天气歹也有可能是出代志的原因之一，这么也搁伫咧调查。Судно 1982 года выпуска имеет действующий сертификат летной годности. Экипаж прошел предварить свое о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ние.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едутся поисково-спасатель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安托诺夫2型运输机是苏联开发，用安托诺夫4型的架构改良做一种双引力的军民通用的运输机。俄罗斯的飞行记录无啥好，2019年5月。一台客机伫咧迫降时阵，踮跑道导火，41个人死亡。2018年，一台沙巴托夫航空公司的客机伫莫斯科起飞了无偌久就摔落来，机顶71个人全部死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国内的消息，台塑高雄林园厂今仔透早2点外爆炸，爆炸的声甲附近的民众拢惊切，加在是无人受伤。透早3点半左右，火就拍花。高雄市环保局目前在调查起火的原因。民众伫咧厝内听到爆炸声音，赶紧骑车出来看卖。7时半暝2点外，台塑高雄林园厂的成品座传出爆炸声音，而且大火烧。消防人员赶去现场全力的灌救，火势大约伫咧3点半时阵拍花，加在无人伤亡。不过因为火警造成空气污染，
环保局的依法甲代收罚45万。燃烧的异味散布于大气，那若事故调查结果是属于该厂管理不当，产生自燃而散布异味污染物于大气的话，那环保局将会依《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予以告发。环保局赶紧派人去现场监测空气品质，微型的监测器无发现讲有无正常的所在。这是台塑今年第一遍违反空污法的事故，但是却是伫咧3档内第5遍去互罚钱。附近的业者是感觉讲，台北市咧发生事故实在真无奈。我困伫遮，我听砰一下呢，爆炸过这间毛，甲这间拢爆甲几届啊啦。我有听爆一声先起吼，迄网队的这个拍迄种拍火的个啥，就啥嗡就来啊。台塑甲当地居民会室咧，表示讲当在调查事故的原因。也发声明表示讲，公司的 PP 材料也有库存，所以这边的事故袂对营运造成影响。但是实际上损失的情形也阁要继续评估。记者综报道。三级警戒民众踮伫厝制作真侪粪扫，号称结队员再袂赴。桃园市的粪扫大约是比普通时增加1成，焚化炉嘛袂赴烧，一寡烧袂赴的粪扫就先送到掩埋场。即马新冠疫情还咧滚价。全国实施3级防疫警戒，民众踮伫厝内粪扫嘛变较侪。桃园市资源回收的量甲粪扫的量，平均一天增加1成。不过焚化炉一天敢若会当处理1250吨的粪扫，迄若袂赴烧的，就要先暂时送去粪扫掩埋场囥。在这个外出采买的时候，可以多使用这个环保购物袋，那也可以使用这个重复性的一个餐具跟碗筷的部分来减少这些相关的纸餐具或者是纸餐盒这样子的产生。环保局表示，民众防疫伫咧厝内生活，毋若家己煮饭、外送或者是包顿去食的物件增加，纸壳甲纸杯的粪扫是日头增加上侪。但今年底第2个焚化厂观音生质能中心营运，就会当解决这暂时放伫掩埋场的粪扫。第2座焚化炉就是我们的生质能中心，那目前也即将完工试运转。那未来在这个试运转之后呢，那就可以陆续来解决我们这些掩埋场堆置的垃圾的问题。环保局表示，在疫情的期间，除了粪扫变真侪以外，嘛有调派200个人组清消大队，持续在桃园侪所在做消毒。为6月份开始，嘛有增加驻疫苗站消毒的工课，请去队员的工课量是有加无减，骹手嘛搁较严，也该面对染病风险。不过，因也是坚持甲工课做好，为防疫尽心尽力。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真侪政府部门拢在做防疫相关的工作，烦恼有人会乱碰，乌白倒废土，也是排废水，污染环境。云林县的环保局就辅导成立23队的水环境巡守队，若发现有污染会随通知环保局去处理。一透早就来到社区附近的大牌水环境巡守队的队员，较水检验水的酸碱值，记录水底上诉状况。若是有发现超过标准值，就会随回报环保局，去做进一步的调查。因为阮咧环保局因有摕一寡这物件互阮吼，阮拢有甲记录，记录的时阵，阮拢会回报互环保局。因这水伊的路线，甲伊的温度看有啥物味无？咱有时间就出来甲伊做一下检查，检查看讲即摆水质好无啊，迄个所在有清气无，有一寡垃圾无，咱来先刷用起来。云林县环保局表示，为了防止有人伫半暝啊，也是伫偏僻的所在偷倒废弃物、排废水，去污染着河川环境。环保局辅导成立社区水环境巡守队，安排环境志工伫社区会当就近巡查。每个月甚至固定的时间来跟他们做一些培训的一些训练让他们的一个专业性可以更高阶一点来协助我们做好这些防止污染的一个实况。目前环保局辅导社区、学校、企业也是民间社团，成立23队水环境巡守队，分布伫落水溪、新河尾溪、北港溪等3大水区。除了日常的巡逻，也定期办理环境教育宣导，推广水环境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2日有一个为着被接打戒毒隔离的有心妇人人，还被到二三期，也毋过子宫收缩甲真厉害，赶紧叫救护车哦。也毋过还未赴到病院，爸爸伫救护车顶头就到3天，甲囡仔生出来咯。到病院去检查，囡仔是真健康 ，PCR 做3届嘛拢是阴性的。
一名女性落车通知急诊的医护人员，这车顶有一名捌确诊，不过已经解除隔离的有心的妈妈。这婴仔已经出事，无到2分钟的时间，这病床已经塞到车的边啊。这医护人员赶紧来了解这名妈妈的状况，随后在家属的协助之下，和这名妈妈还有婴仔是倒去咧床面顶，送入去病院来照护。这对捌伫个5月中确诊的爸爸甲妈妈，7月2号解除隔离，7月4号这妈妈就想要生产咯，2人 PCR 阴性。这名出事的时阵，3公斤外的婴仔嘛做了3届 PCR， 嘛拢是阴性。因为 PCR 还没出来，我们会在防区等待报告，但是我们医疗是没有中断的，验起来目前都是阴性。不过，迄一天伤紧急咯，这名妈妈感觉可能要生的时阵，伫到病院进前半点钟，就甲病院来联络，为顺利到病院的车程差不多45分钟。不过伫车顶啊，这婴仔都想要出事咯，有点脑袋有点一半里面空白了，就是会变成说有点紧张，因为毕竟在车上没有任何的措施可以直接就我在他旁边，他说感觉像有宝宝快要出来了，就赶快帮他把宝宝先接着。不过进前因为确诊隔离的时阵啊，这名妈妈嘛真烦恼讲啊，囡仔的健康啊，还有敢会伫隔离的时阵来出事。查资料或是问医生，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宝宝的，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点担心。那检疫所能提供的医疗帮助一定是有限的，对，所以其实说你要在那里面很安心的待产，其实也没有办法。好在生产过程一切平安，这对爸爸妈妈甲囡仔嘛拢真健康，会当开始因新的家庭生活。记者张志勇、林志坚、吴家宝新北报道。7月12日，三级警戒敢会当淡薄放令，台大公共卫生的学者就指出讲，以科学的数字显示讲，台湾其实已经有解封的条件咯。另外，医师嘛公布西班牙最近针对2档疫苗做无同款牌子的研究哦。显示讲，自 AZ 跟 BNT 辉瑞这2种疫苗互相来做头1档跟第2档来做，三星的免疫反应跟保护力是比2档拢自 AZ 疫苗如何？新冠疫苗蓝莓组到底有较好无？是毋是有科学证据支持咧？台大公卫学院初次举行线顶的会议。公布西班牙最近医学期刊的研究报告，发现463个受试者自 AZ 疫苗加 BNT 疫苗4礼拜了后，比自2剂 AZ 疫苗保护力更较好。使用混打的这个疫苗，它所产生的这个免疫反应，也就是预期的临床保护能力，都优于2剂都施打 AZ。意思是讲，无论血清检查、IgG 免疫反应，还是中和抗体浓度，拢比同一个品牌疫苗较好。也有蓝莓资料后12礼拜结果还未公布的，若做数据显示也是正确的。未来疫苗蓝莓资普及率会提高。另外，最近国内开始大量挃注莫德纳疫苗，对新冠疫情4大变种病毒的保护力也做出相关的研究。莫德纳疫苗对于阿法跟 Delta 都可以达到有效的保护的这个效力，综合的能力下降的倍数不多，分别是1.2跟2.1倍。贝塔跟伽马这2个病毒，它下降的这个程度就非常的剧烈，下降6到8倍。那伽马就则是下降了3.2倍。那这是一个未来变种病毒是不是能用疫苗控制的一个隐忧。连续3天新冠本土确诊数创下新低，7月12了后，是不是会当小可解封呢？台大公卫学院也提出科学解封的理由，强调目前数据资料显示符合解封的条件。在6月初到今天的7月初，整整1个月，我们的 RT 值基本上都是在1以下的，以及我们的康复力增加，以及我们的致死率一直在下降。我们的解封指数目前来到是0.32，是可以来做解封的。啊，尔大型集会活动，也甲餐厅店内用餐、戏院开放食。台大公卫学院也提出人数必须都要管控，搁要实施强制挂喙安，强调放令解封了后，相关的防疫嘛袂当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远东科技大学最近推出会使取得学分的线上课程哦。另外，伫高雄嘛提早1天来帮9000多名幼儿园加安亲班的老师来做疫苗。远东科大校长王元珍穿着制服，派着保温箱仔变做外送员，要甲100盒的健康点心送到前线医护人员，目的就是要感谢因守护台湾。疫情期间，远东科大推出线顶微学分课程，让餐饮系学生会当利用伫厝内面的时间，不但会当收到微学分，也会当甲好料理分享给医护人员。在这个季节，台南盛产的芒果做成
芒果相关的各式的西点，送来给奇美医院的医护人员来跟他们打气。远东科技大学也是我们的邻居，我们也时常在那里办一些活动。奇美医院谢谢我们远东科技大学的王校长，还有我们王校长所带领的师生们。疫情期间，老师拢伫咧无用线顶教学，高雄市今日要替9000多名幼儿园家课后照顾中心的职员做疫苗，初7早起也开始给做预防针。其实老师一直都是很期待可以就是赶快打疫苗的，因为我们觉得可以让大家回归正常的生活的话，是比较我们一起所期待的这样子。会不会想小孩子啊？会啊，对啊，就早一点打完，就希望早一天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这样。那高雄台南今日要甲幼儿园顾幼囡仔机构加课后照顾中心的人员做疫苗，时间按正伫7月初9到14，要做6400多人，目的就是要为着日后恢复上课来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展放大鸟型婴仔开直播，甲伫线上甲民众做伙来庆祝婴仔8岁的生日咯。动物园嘛特别帮婴仔准备真特别的生日的鸡卵糕。有民众看婴仔讲伊变瘦啊，也毋过园方是表示哦，婴仔也准家己有心食较少，也毋过哦，但毋免烦恼，婴仔的体重阁算标准。2008年年底，大鸟型团团圆圆到台湾，大家拢想要去看鸟型。4年后，也就是2013年，婴仔伫咧大家的期待下出世，都市在时阵才183.4公克。动物园的人员无分日暝甲伊照顾，要总算会当甲妈妈见面。终于迎来了母女重逢的这一天。伊亚终于回到圆圆的怀抱了。伊亚有妈妈照顾，41天的时阵目睭天开，75天的时阵，伊亚会当听到外口的声音。明是发喙齿，下出伊的第一步。伊当阵，互所有民众拢最能感受生命成长的快乐。大汤圆搓小汤圆，学妈妈吃主业。一路走来，伊亚在妈妈身边，健康快乐的成长。这个初6是伊亚8岁生日，因为疫情收管的台北市立动物园带来欢乐的气氛。保育员除了设计特别的果水的鸡卵糕，也传6个得糖的生日愿望，互伊亚家己敬。最后伊敬到鸡团护生态的愿望。动物园讲，伊亚即马是鸡性有心，所以食较少，体重是114公斤，无落伤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台湾的天顶出现火流星，有真侪天文的单位拢有去到哦。因为火流星真光经过的时哦，经过的时阵会使甲厝拢照甲光哦。有专家就表示讲，这种火流星真罕得看会到，一当上侪只有2-3届。一束光伫咧黑暗的天顶是真显目，这是初7半暝出现伫咧台湾的天文景观火流星。过程持续要40秒，期间还佫出现类似是放炮同款的声音。有民众亲目睭看到这个景象，随个影片传去人民册群组，引起大家讨论。很大颗，很难，从来没看过这么大颗的流星。应该30-40秒有听到，就像鞭炮声，很远的鞭炮声那样。台北市天文馆安伫咧福寿山的流星监视摄影机记录到这个天文奇景，强调这粒火流星的光度伫咧-6至-8，是真光的流星。甚至他们在半空中，因为它的那些颗粒，它可能会有崩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可能会经过不同几次的崩解，所以它会有时候会出现好几次的闪光啊，这个就是特别亮的火流星的一个现象。因为火流星的光度真悬，甚至出现的时阵，涂骹的楼仔厝会互伊照甲真光。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录音天文台嘛抛出相关的画面，因为这粒是真明的一粒火流星，还佫看到爆炸世界。这样的超级火流星事件非常罕见，1年中可能只有2-3次。那一般来说的话，假如说这个流星体够大的话，它没有燃烧完会掉到地面，就会变成陨石。专家分析，这届火流星是属于久久才出现一届的流星。民众若是无亲目睭看到这个景象，会当透过天文台公布的影像来享受这个罕见的天文景观。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武丰分局的派出所几日前有一只鹦哥，因为飞到唔知路，飞来派出所，警方就帮这只鹦哥联络队长，嘛铺伫面册顶头来找主人。真紧哦，这主人就来甲伊带回去咯。警察就讲哦，这只鹦哥真有灵性，知影飞来派出所报案。有一只鹦哥飞啊飞到台中武丰分局的19甲派出所头前，伊用头敲门，环境是听到声，毋过无看到人影。去外口一下看，煞看到一只来报案的鹦哥。一只羽毛缤纷的艳丽的鹦鹉飞到我们派出所的门前用头轻敲那个玻璃的窗户的玻璃发出声响民警起初一开始以为是民众需要协助，到门口一看才发现报案的竟然是一只鹦鹉。民警伫鹦哥的脚顶面看到一个锁匙，判断是附近的民众所饲的。为着帮助鹦哥返去主人身躯边，警方除了和地方的里长联络，问讲有民众鹦哥拍无去，也去面册答问，随找到适当的主人。鹦鹉自己来报案的过程，也不得惊叹这只鹦鹉里面好像住了一个人逃家那么久，迷路想回家还懂得飞来派出所找警察帮忙警察那个鹦鹉真是有灵性啊！主人表示，迄天带鹦哥去附近洗洗，想要到鹦哥互其他鸟仔惊到，就飞无去。打找到是真感谢警方，这只鹦哥也是真巧，知影爱报警，才有法度返去主人的身躯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的和平区是市内唯一原住民区哦，为着要增加族人对泰雅族的认同，传承因的文化，和平区上河部落的破爱国小哦，等下拍拼要甲校名改做因传统的部落名，咱做回来了解。台中市和平区的上河部落，因过嘛，互日本人用头北的名号做库拉苏，不过其实因真正的部落名称是号做德布兰。日本在我们这个部落的时候，他们改为九良溪，然后一直延续改为博爱、松货等等。真正的是德布兰。德布兰就是开垦土地的意思，代表这是一个适合人住的所在。嘛，希望族人肯打拼、肯吃苦，做一个有路用的人。为着要让未来子孙拢会记得台雅的文化、甲部落的精神，上河部落的博爱国小拍算要甲校名改做德布兰，受到学生、族人甲市府的支持。追寻他们的文化，认同他们的族群。那台中市政府的立场，我们支持。我们也肯定，在行政作业上，我们会配合给他们祝福。民众还有大部分的孩子们都同意接受以德福兰为名的学校校名。学校这边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目前改校名的提案已经得到超过80%的赞成票，不过也无算作有法律的效力。校方嘛表示会继续拍拼来推动改名，市府嘛愿意来协助行政程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泰国的普吉岛最近正拍拼推杀观光哦，总理帕拉育嘛亲身到普吉岛去斗相共宣传，结果数一个甲伊做伙翕相的来宾，后来传出讲胃着病，总理嘛必须爱隔离14天。泰国另外一个风景区苏梅岛，嘛伫7月15来重新开放。游客规家伙仔大大细细伫咧饭店的游泳池耍水，也人都伫咧边仔晒日头。这是拄则开始沙雅计划欢迎观光客普吉岛，真侪欧美的旅客等袂赴抢头香，解禁的第一天就来耍。Why? Because this is the perfect place to just relax and, clean our minds, our heads after a long time. 为了要提振观光，泰国总理帕拉育伫咧7月去普吉岛参加重启活动。带官员伫咧机场迎接游客，甲因最近翕相留纪念。也毋过有一位甲帕拉育翕相的上届人士，事后发现确诊。总理办公室正紧张，虽然帕拉育赶紧接受体检是阴性，也毋过为着保险，也是隔离14天。泰国去年的观光客减少8.3%，相关收入减少500亿美金。以前逐年拢会来遮耍的阿拉耶斯讲，这卖情形甲以前比加正冷清。I take around walking afternoon. I see many shops closed.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before. I hope next few days all it's open. 照普吉岛的解封计划，
就是完整组队有风车，来自中继风险国家的观光客到普吉岛唔免隔离，伫当地若点满14天，经过3遍体检拢阴性的旅客，会当去泰国任何所在耍。除了普吉岛以外，另外一个正受欢迎的苏梅岛，也伫这个月15月重新开放，若效果袂歹，10月会开放国际旅客去曼谷、清迈加巴达雅。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来看法国的拉斯科石洞的壁画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哦。法国政府为了要保护这壁画，这所在对1963年就无个对外开放咯。也毋过现在透过 VR 虚拟实境的技术，互大家会当来欣赏这古迹。另外，今年温布顿网球公开赛有一款 AI 人工智慧的系统，会使互观众来了解每一位选手的实力。今年这边的草波地网球赛，每年6个拢会起球迷的注意。今年温布顿锦标赛主办单位在电脑软体公司开发数据库。The IBM Power Rankings to try and get this across to fan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data, but also punditry and buzz and chit chat. To try and give that indication. 这种用伫咧电玩竞赛排名的 AI 系统，今年利用温网各项资料数据，替球迷找出可能的乌马。对自1877年开始有超过100年历史的温网来讲，是突破也是创新。去年温网因为疫情取消，今年恢复，不过入场的人数有限制。主办单位希望用这套系统，让球迷更加紧投入比赛。挂这种 VR 设备参观洞窟内面的壁画，这是伫咧咱58年了，会让国再看到15000年前的拉斯科洞窟壁画。法国政府1963年为了要防止游客破坏甲当风景，这么用 VR 器材会当伫45分钟参观235公尺长的洞。拉斯科洞窟壁画1949年发现，1948年开放参观，1953年每天有1000位游客。1979年，互联合国选做世界文化遗产。这么甲规个洞数位化，放伫咧资料库内面。Deux visites de ce parcours de cette expédition au cœur de la grotte de Lascaux, expédition grandeur nature à l'échelle 1:1。自这个月8开始，游客会当6个人一组，挂着 VR 设备进入这个关了将近1架智慧洞，参观史前的遗料。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来看爱沙尼亚有大学甲自动驾驶的汽车业者做伙开发出全世界头一台氢气巴士，真环保哦，袂排出有味的废气，只有排出水甲无味的烧气尔。爱沙尼亚总统卡尤莱德亲自开采，强调全球第一台自驾轻下当转接小巴公布啊。这台转接车是由塔尔图大学研发氢电料电池，结合自驾车公司 Autek 的自动驾驶技术，量中产生。这台转接车有6个座位，用来帮助乘客行完旅程的最后一里路。虽然无需要驾驶员，也毋过拄着必要情况，会当完全监控修正路线。We have more than 13 street legal vehicles with lithium-ion batteries. But we have seen that thanks to a really big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heating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we needed some separate system for the vehicle. And hydrogen has been a really good possibility for that. 莫索夫表示，氢能车其实真环保，燃料电池使用氢气加做动力来源，利用氢甲用的电化学反应产生电流，副产品就水甲热气。Filling this vehicle takes only 2 minutes. I measured it. That means after 2 minutes of refilling, it can drive 6 to 7 hours. That means you don't have to have so many vehicles on a line to operate. You can quickly refuel the vehicle and still be 100% green, especially when you're using green hydrogen. 爱沙尼亚是波罗的海3国之一，伊高科技产业伫全球出名，各种产业高度数位化，除了结婚离婚、买卖房地产需要实体进行，其他像报税、投票、开号单等，会当讲99%的公家机关服务，拢毋免行出家门，都会当以就网方式完成。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南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4度。東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華東地區上低29度，上懸31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